台南三上区的往来大车，除了青食的好滋味，各种加工伴手礼嘛备受欢迎。为了避免产期集中甲疫情的关系，内销受影响，因为但天辉议员陈丁联下小巴观光夜市等民间企业来认购100箱，同时发起北区的商圈共同来响应，众民温馨。指导咱甲三雄农会这回来合办做认购，也希望抛砖引玉，跟我们在地的里长一起来推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往来啦吼，除了这水果价，伊嘛会当入菜。很多元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咱希望讲在疫情当中也不要忘了农民也很重要如果说没有帮他们帮忙推销，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因为其实咱的往来生产量足悬大家讲安尼是不是因为中国无甲咱买咱来做这行销？其实不是，是每年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推动。那给我们所有的弱势，关心我们的弱势，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弱势的妈妈们那所以我今天有邀请了在地的许多位里长一起来共襄盛举，也感谢山上区农会发起的爱心，也更感谢我们包括我们小北观光夜市，还有很多企业好朋友认购这100箱的凤梨，还有加上山上区农会所捐赠的200颗凤梨，我们一起送温暖给所有社区的爸爸妈妈们还有弱势朋友们，那也希望他们能感受大家的温暖。会中三上农会除了邀请妈妈咪呀舞蹈团前往来中来协助推广带动气氛，并且跨区捐200支往来，要互北区的弱势妈妈以外，嘛献上大鸡卵糕，充满感恩。所以嘛，感谢咱委员兼咱迄个市议员而且做这个结合这个公益甲咱迄个帮咱这个凤梨农销售嘛对因做大的帮助，甲咱这进。当迄个生产的迄个17号、16号会当甲农民斗3工来甲伊合作者消费者会当食到咱冬季的迄个往来好的水果，谢谢。每一当民代结合大家力量来消停农民照顾弱势，同时推广健康美味的台南往来，实在做甘心。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